天父张开爱的手给我一生，属于他。真是奇妙，哈利路亚，宝座上的羔羊，哈利路亚，你是爱苦转眼变成欢笑，哈利路亚，从天涯到海角，哈利路亚。指引我方向。
亲爱天父，今生我来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看到家的光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远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今生换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阿门。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。多少次奇妙的恩典，领到平凡不配的我，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。我虽不能靠着就能胜过软弱，胜过试炼，信心的
静记静得地思思想想这这一一生生走走过过的的路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。多少次奇妙的恩典，领到平凡不配的我，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。我虽不能靠着脚步胜过软弱，胜过试炼，信心的根越扎越深，心靠越久越觉甘甜。我虽不能靠着就能胜过软弱，胜过试炼，信心的根越扎越深，心靠越久越觉甘甜。我虽不能靠着就能胜过软弱，胜过试炼，信心的根越扎越深，心靠越久越觉甘甜。星星的根越扎越深，心靠越久越觉甘甜。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坐武慢的人的位，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明日三思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水边，伊的叶袂打去。歹人毋是安尼，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。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，愿圣神帮助咱，互咱充满上帝光照，行伫伊所欢喜义的道路中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离开。哦，主啊，当我亲近我爱你的话，做我家情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变，你的话永不变。天地要为我，你的话却上准。我将你的根据藏伫我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离开。哦，主啊，感我真近，我爱你的话，做我家情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改变，你的话永不变。天地要为我，你的话却上准。我将你的根据藏伫我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离开。哦，主啊，感我真近，我爱你的话，做我家情的灯，做我手上的光。愿咱听见对天灵来的声，也愿咱听见上帝伫咱心内咧叫咱的声。愿咱安静伫上帝的圣殿内，用咱的心来亲近伊，用咱的目睭，用咱的耳孔来听、来看。
遍遍爱你一心，我最顿无法无用一生的心。愿咱听见天顶的声，愿咱听见圣神所宣读圣经的话，愿咱听见上帝伫咱心内感动的声。咱若真心较无会当听见上帝的声，咱就爱常常安静听候。较无会当听见上帝的声，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这个经验要改变咱的一生。求主对咱讲话，怜悯咱。求你怜悯我，伊都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伊都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。主讲日子要到，我要互基远踮伫即所在，世间人无通听见耶和华的话。求主怜悯即个世代，欠缺上帝的话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这礼拜咱的圣经礼拜的经文，最重要的重心就是咧讲起，伫枵喙焦的世代，人的灵魂得袂通食饱，是因为欠缺上帝的话。愿正教会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来宣扬上帝活命的话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圣神按咱所讲的话，所听兄弟姊妹有耳孔的，就听圣神所讲的话。因为咱要对圣神来领受伊所赏赐活命树的果子，听见上帝的话，就是食天顶的美粮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，主啊，求
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咱同齐一心一意，愿咱的教会真侪一间愿意，同心敬虔来听上帝话的教会。愿咱每一摆组织，无论是拜三暗、安静的祈祷会、礼拜日、主日的礼拜、拜六的查经班，愿主的圣神组织咱真侪圣洁的组织。愿咱听到圣神伫咱内心所讲的话，愿咱每一个人拢听见圣神伫咱内心所讲的话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所听也这拍开咱的心，享受上帝的充满。拍开咱的耳孔，来听上帝的话。愿咱每一个人较无主的话，用敬虔的心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。每一日领受，上帝的圣神嘛要充满伫咱的内心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当主的话若伫咱的心内，是咱生命改变的开始。咱内面这个人要开始甲圣神讲话，圣神嘛要将上帝真道活命的话放伫咱的灵魂，咱要甲圣神来结连，一个属天的活命就定根伫咱的灵魂中。愿咱将血气放落，来领受上帝的本性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什么人是咱的主人？是天顶的上帝，也是这个世间黑暗的势力。咱生命的主张由什么人来做决定？咱生命的主张要互什么人来做决定？咱是属实上帝，
圣神要帮助咱，有能力通辨明什么是引诱，什么是讲白贼，什么是似是而非，毋对，但是看起来佫亲像对，迄个黑暗邪恶的灵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，主啊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彼得的模范提醒咱，听上帝也是听这个世间人的声，对一种声较合理。世道讲，当然是听上帝的声，毋是听世间人的声。愿咱听去上帝的声。我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，主啊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今仔日的教会对这个世间有甚物种的影响力？愿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真侪上帝话语的奴仆，传扬上帝的话，勇敢用咱的生活，用这个世间来见证、来光明上帝的主张，互上帝的主张成做你我咱共同的主张。咱踮伫这个世间，但是咱无属伫这个世间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你地若像伫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看无线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犹原搁毋捌你。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你地若像伫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探无线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犹原搁毋捌你。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愿你的五感人，我愿你奉献军队来回应。诚心请帮赞我，时刻歌名来引带，独独甲你同心同行。愿你的五感人，我愿你奉献军队来回应。诚心请帮赞我，时刻歌名来引带，独独为你来活。我心较无你的旨意，你地若像伊天。我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探无线。
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无人船探无线，总是一块土地的白石，犹原搁不满意。求你予阮一歌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愿你的歌讲你，我愿意奉献阮队来回应。诚心请放松我，是个大领来引带，多多甲你同心同行。愿你的歌讲你，我愿意奉献阮队来回应。诚心请放松我，是个大领来引带，多多为你来活。愿你的歌讲你，我愿意奉献阮队来回应。诚心请放松我，是个大领来引带，多多甲你同心同行。愿你的歌讲你，我愿意奉献阮队来回应。诚心请放松我，是个大领来引带，多多为你来活。愿你的歌讲你，我愿意奉献阮队来回应。诚心请放松我，是个大领来引带，多多甲你同心同行。愿你的歌讲你，我愿意奉献阮队来回应。我愿意诚心请放松我，是个大领来引带，多多为你来活，多多为你来活，多多为你来活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伫试，就叫阮脱离了歹的，愿你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愿主的平安带咱到天光。耶稣听你。